苗圃百福第一課，口出恩言，認識兩個世界，祝福連連。第3天，箴言15章4節，溫良的舌是生命樹，乖謬的嘴使人心碎。箴言15章4節，溫良的舌是生命樹，乖謬的嘴使人心碎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我承認常會批評論斷別人，一口兩舌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求你幫助我有謙卑溫柔的生命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，我講的說話都能建立人，家中所有成員都有美好的品格，講積極正面的話，在所行的事上盡都順利亨通。阿們。